大家好，我係3A 班黃俊彥。今次主題係香港交通工具。今次我要介紹嘅係公共巴士。公共巴士有單層同埋雙層。唔同嘅巴士公司有唔同嘅顏色。如果車身冇廣告嘅話，有啲巴士係會紅色，一啲會金色，仲有啲會綠色添。如果城巴嘅話呢，就會紅色、黃色同埋藍色。巴士路線有好多，可以填補鐵路覆蓋唔到嘅地方。另外，巴士站比港鐵站緊密，可以提供更多嘅服務。巴士上設有冷氣系統，提供舒適溫度。巴士上有八達通機、錢箱同埋唔同嘅電子支付儀器，可以用唔同嘅方法支付車費，但唔設找續。另外，巴士上有電子報站系統，會顯示同播出下一站嘅車站名稱，方便乘客下車。巴士上設有落車鐘，乘客如要下站落車，只需按鐘一次提醒司機。巴士有固定路線同車站。巴士下層設有企位，但上層同樓梯就唔可以企。另外，巴士上係唔准食煙同埋飲食。我哋搭巴士時候一定要遵守依啲嘅規則。我今日嘅分享完畢，多謝大家。